相信爱情吗？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？当然可以相信爱情啊，爱是很美好的事情，对吧？当然可以相信爱情啊，只要你爱对了人，当然可以相信爱情。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这句话那么的温柔，又这么的浪漫。木心老师有一首诗叫《从前慢》，对吧？他讲到从前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，你值得拥有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我经常说我要用动物去形容它，我觉得它小白兔、大灰狼，还有呢小狐狸。对对对，我跟她之间还不是那种所谓的闺蜜情，我觉得是属于我们两个沟通的时候是可以抵达内心深处的那种，反正就是对，在同频上面。刚才说同频。我再给你背过好吧？我想如果这个工作多了，我拿你的背，然后他这边没喝过的给他。那杯应该是别人的，我怕别人的不喝呢。我觉得我跟他其实本身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其实是不太像的，就是两个人是有反差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有自己的改变，都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在做。别的话，他搭档一下，他天天作天作地，作上作下，就我也是个女孩子，我要忍受他那么多作。更多人的关注，更多人的喜欢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我觉得流量对于粤剧，对于我们而言，总体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希望流量能够变成流量，从流失的流变成留下的流。他很真，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嘛。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别的枷锁嘛，你要保留自己身上的那份纯粹和真实的话会很难，但至少我感受他对我觉得一直都是很真切的，这点是我很喜欢他的。我觉得云霄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人，思想一直都是比较成熟而且非常的细腻的。他内心是住了一头大象的，他遇到的很多事情啊，其实我会觉得非常的灰暗，但是他真的是都能挺过来。我佩服他的就是他的内心强大。我跟云霄的爱好比较像，我们都养猫，我们都喜欢种花种草。真正的精神世界，真的还是他照顾我更多。在我有一次最崩溃的时候，真的哭得好伤心好伤心，他突然很认真的看着我，云霄你知道吗？你的福气在后面呢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说你的鼻子长得特别的好，又圆润，他就面相就一句话，他就这样一句话把我从就好像绝望的谷底。就直接就是我的世界整个就好了，坚持住自己最初的时候那种最清澈的愿望。我觉得路嘛，总是要有人去走出来的，就无论是不是奔跑，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往前走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坚持我自己选好的路，跟当初跟你说的一样。或许每一粒沙尘都有它落定的那一刻，每一颗行星也都有它自己运行的轨道。愿我们灵魂深处的大漠没有荒芜，愿我们都可以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生命的绿洲。